乡亲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4月15，旧历的3月23，礼拜三。后来，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长谭德赛日前针对台湾做不实的指控，讲台湾加人身攻击，引起着台湾人的不满，所以有人出来募钱，离美国的《纽约时报》刊大篇的广告来反击。总统蔡英文嘛，伫面册相挺，讲要甲台湾的经验贡献予全世界。 This attack came from Taiwan. The foreign ministry also, they know the campaign. They didn't dissociate themselves. 就是这段话，让台湾人真不满，采取行动。《纽约时报》伫美国时间10时刊台湾民众募资由设计师聂英金操刀的广告，反击谭德赛要有数位的版本。资本搭配数位，这时候可以让它的触及量是更棒的。 广告分顶下边、顶半边采用细微官方的色水以细微英文缩写表达什么人，并且问讲心人使斗相共。下半边这是回答台湾，可能会掉进去的一个洞的一个感觉。在台湾的地方这边的话，只是一扇门，透过上下图像这样的一个对照，拿来表示说我们在对世界所造成的贡献，应该是可以由世界来赢得公平。 聂英金讲，广告只是一个起点，总统蔡英文嘛伫面册顶面收听，讲咱袂使放松，更加延续台湾会使斗相共的精神，将台湾经验贡献到全世界。联合国 WHO 嘛大动作提出13点的声明，强调讲数十年来一直甲台湾的卫生部门保持技术交流。驻日内瓦代表处表示讲 ，WHO 用片段资讯误导外界，无将全部的事实讲出来，对着这个代志感觉遗憾。